在这一次的分享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大家一起思考：弟兄姐妹，你会为了一件事情祷告，你能够坚持多少年？有的人说坚持多少年，有没有讲错？没有，就是坚持多少年。我们家在台南呢，已经住了20年。买房子啊，其实我们家就是一直都有在规划。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哪有买房子很难啊，你就冲动啊，就给他买下去啊。可是啊，就算我们冲动啊，上帝也没有给我们买下去。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就足足为了这件事，直到我们现在买到房子，经过了15年。这15年啊，我们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像之前带导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马上写，马上就买到，而且还有什么骨折价啊，怎么样的优惠，我们都没有，就是什么奇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我们。就是都没有发生在我们家，而且我还会因为这15年来因为买房的事情常常流泪，然后祷告，就是就会跟上帝说：上帝，你真的是为什么别人马上写，然后就可以来中保代祷分享，然后就有，然后呢，我现在还在为因为我们现在的家的邻居其实都不是。就是不是很友善，然后那时候也会因为跟邻居的纠纷常常哭泣，那时候还要为着跟上帝说，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还要为邻居祷告，然后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有应许，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我们就觉得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可是上帝啊就会打破啊，就是没有让我们成就，然后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是，其实有一点灰心。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年前，2023年那时候4月份的时候，那一张祷告卡到现在我还记忆很深刻，因为那时候又大哭了一场，然后那时候抓着慈宝姐哭了很久，然后抓着我们小组长娘又哭了很久，说我又要为了买房子又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因为我有写，那时候我就特别因为这件事情又发生一件神迹，就是2023年的4月16号那一天的主日，因为我哭完的隔天就是主日，然后那一天主日的讲道就是曾瑞平牧师，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问说为什么，然后曾瑞平牧师那一次的讲道就回应了我为什么。他说：“我们渴望得到的所有的答案，但拥有上帝本身已经是取代所有的问题。”那时候牧师就用高居民牧师的信息来来跟我们做分享。我这里简单的分享一下。高居民那牧师的信息是说：“我求主给我一束鲜花。”但他给我一颗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但他给我许多丑陋又可怕的毛虫。我震惊，我失望，我哀嚎。我经过许多日子，忽然看见仙人掌盛开了许多鲜艳的花，那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飘舞在春风里。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么的美善，感谢主。那一次的信息，其实一直到我现在还是觉得很激动，也是觉得很受安慰。上帝没有为自己提出辩解或解释，因为他的答案就只有应许。所以在今年4月的时候，一样我就是遇到我又要买房子了。可是其实这15年啊，我都等了。我这一次就其实还蛮平静的，不像2年前哭喊的。然后呢，我就是一样写了代祷卡，然后就是52期的中保代祷，我进去代祷室祷告。然后但是这一次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哦，上帝这一次就让我觉得，他掌管了一切啊。我们家好像就是被保护
保护者一样。首先呢，就是很奇妙，他带领一个很好的中介，来帮助我们找房子。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家，我都觉得是上帝帮我们选的。然后因为现代令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部分，所以贷款其实是非常不好贷。但是我们贷款还是有一些，跟上帝祈求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奇妙的事情是，上帝其实都应允，然后一直为我们开路。然后之后呢，我还是一样又跟慈宝姐分享了。然后慈宝姐那时候就跟我回应说，虽然以前啊我们都一直买不到自己的房子啊，好像有一种感觉说啊，上帝都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但是呢，其实上帝其实知道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需要，所以一直为我们家预备，所以就这样子保护了我们15年。所以当这15年来我就是很无力啊，就是很跌倒的时候，我就会跟上帝说：好，那我顺服你。如果你有计划的话，我就愿意等你。我还会继续的祷告，我会继续的等。而且我跟上帝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因为买房子这件事情，在弟兄姐妹面前跟大家做见证。其实我们中保代祷小组还有一个赖的祷告网，可是这个赖的祷告网呢，是为了就是很紧急，比如说你立马一定要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呢，写在赖上面。其实我在5年前就发生了一件，一定要立即有人帮我祷告，是我忽然接到我爸爸就是我爸爸病危，那时候已经在加护病房。然后呢，那时候我就马上写赖小组，已经有就是弟兄姐妹开始在为我祷告。然后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教会有中保代祷团这个设立，因为那时候压力其实非常的大，每次就是还好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进到祷告室里面，有时间跟神安静的对话。那个时候就是像你在充电一样，因为你必须要安静，你才能得力。然后那个时候，跟包括最近我都跟我先生说，还好我有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然后遇到过很多的事情，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都很灰心，甚至都跌倒。但是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因为上帝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给你安慰，就像那一次我隔天就听到郑牧师的主日分享，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我的小组长他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也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没有放弃，信靠耶稣。用一句圣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弗所书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它其实不是许愿，是神会让更好的实现。但是我们也经历说，祷告了15年，也经历到说，我父亲的这件事情，其实很快的就得到应允。因为5年前我父亲他病危，那个时候疫情呢是刚开始要大爆发，尤其是我爸爸在加护病房，那时候我住台南，他在屏东，我们一天只有1个时段可以探视，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接到病危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害怕。然后那个时候我马上写了一张我那时候先写赖，之后回来再补写了一张代祷卡，我就求神能够帮助我。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希望我的爸爸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有家人可以在身旁，而不是看护，最好是我。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非常的希望临终的时候我能够为他祷告，可以给他很大的安慰。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把握，因为谁能知道时间？谁能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父亲是最后一段路，这时候真的是只能祷告。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我就请问那个夏牧师，我说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因为在加护病房没有办法有任何牧师可以进去为我父亲洗礼或是跟他讲信息。然后牧师就说，其实我们做儿女的有为
就是我们家人祝福的权柄。特别在疫情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那个牧师就教导我怎么为我父亲洗礼。那时候我就在加护病房为我父亲洗礼。其实我已经洗完礼之后，我觉得我父亲神已经拯救了他，因为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医生有说，如果他一出加护病房的话，他就一定会去世。可是因为加护病房一天只有一个时段，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妈妈跟弟兄姐妹，就是有我哥哥，那怎么办？然后呢，神其实在那时候又行了大能，我爸爸竟然顺利的从加护病房移到安宁病房。可是其实移到安宁病房的时候，探视的时间还是固定的，然后我还是依旧的希望我能够陪我爸爸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那个时候，我感谢代祷团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非常迫切的为这件事祷告。其实，从加护病房出到安宁病房只剩9天，就是我爸爸出去只有9天的时间。然后这9天的时间，其实还包括我的就是区长，还有小组们特别从台南，然后大家一起到安宁病房为我爸爸祝福祷告。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到鼓励，我的家人也非常受到安慰。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然后这件事情的马上成就，到有一天其实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护士本来因为我赶回去的，我那一次也是正常的回去探望我爸爸，然后他们就说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为我父亲唱诗歌，他仿佛就在等待我一样。那一天呢，我们就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早上。那我心里就觉得说，我需要再陪伴他一下。然后就是真的，在那一天的时候，我爸爸就在我眼前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就为我父亲按手祷告，我就用临终的祷告为我父亲祝福。我就跟他说，那个爸爸，你要看着光，那边有神，神会带着你走，你一定要跟紧神。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我爸爸已经在你那边的话，你一定要让我看到彩虹。然后感谢神啊，神也让我看到彩虹，确定我爸爸已经在他那边了。经过了这么久，其实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为那件，就是我父亲这件事，跟弟兄姐妹好好的说谢谢，谢谢大家那时候对我的帮助。其实更谢谢上帝能听到我们的祷告。最后我要分享的事情就是，你的祷告其实上帝都有听到，神也有他的计划。时间的长短其实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绝对不能够放弃。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你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谢谢上帝。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中保代祷，有3张代祷卡。那这3张代祷卡分别是蓝色的为事工卡。如果你有任何在教会有事工要推行，请你一定要记得写事工卡。我们会为了这个事工，迫切的为这个事工能够成就，好好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是黄色的祷告卡，这个代祷卡是大家最常运用的。然后代祷卡每一次呢，我们在代祷卡上面一次写一个我们需要代祷的事项。你写的越明确，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精准的为你所负担的事情好好的祷告。那代祷卡上面会有一个就是一般跟紧急。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这张代祷卡会持续的为你所要代祷的事情持续代祷3个月。那紧急呢？如果你够紧急的话，我们就会为你这件事情迫切代祷1个月。所以呢，其实不是紧急跟一般没有分这个事情的严重，或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重要。
只要你写这张代祷卡，都是最重要的代祷事项。我们都一定会为了你这张代祷卡，好好的为你祷告。然后接下来呢，这张红色的代祷卡就是应允卡，希望所有写到代祷卡的弟兄姐妹都一定能够写到这一张应允卡，就表示你受到上帝的祝福跟应允。也希望你受到应允的当下，一定要勇敢，不是一定要认真的写下来，因为你的应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你也可以选择说你想要公开与弟兄姐妹分享，或者是说你不想公开，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说，你一定要记得写这张代祷卡。53期的中保代祷团服事又要开始报名了，请大家一定要就是请大家能够关注这件事情。当然，我也是非常的希望你跟我可以一起继续的加入中保代祷团队，让我们彼此的代祷与神同行。谢谢大家。